由民间团体发起的28.0纪念行动，支持下晡对台北的天马地方出发。民间团体今日发表这行动宣言，诉求是传承记忆，抵抗侵略甲剥削。这活动的召集人郑清华强调，转型正义是要让大家认同这块土地。那在国安局在今仔日呢，也发出新闻稿，讲已经把戒严时期的政治档案全部解密了，也全数移交予国发会的档案局。由地南洋基金会、创世外文化基金会这民间团体共同发起的28.0纪念行动，日7下晡会对天马地馆出发，西经28纪念馆，尾来到行政院。第三活动召集人也是地南洋的小弟郑清华强调，转型正义不是制作受分。执政党应该要快速的、更准确的去思考以后怎么立法，一起把过去的记忆。真相追回来。国安局23日发布新闻稿，经过1年4个月自主清查，已经把戒严时期政治档案全数来解密。依照规定，公开档案所有内容未搁查起来。这摆甲51133件政治档案、实体档案连这个电子影像档，全部移交予国发会档案局。加上进前8批次的档案清查移交，总计移交予国发会档案局14.758件档案。应该要好好来检视哈，尤其县民的问题，县民的问题非常难处理啊。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有系统的整理，档案开放当然可以获知更清楚的图像，那就责。国安局强调，这摆改变移交档案内容，包含戒严时期保防安全监视制度、情报机关真保防业务资料、反动文化出版品甲污汉调查、民众离出境管制、海外歹毒团体活动、办案案件人员资料甲判决指定。就按要呼吁爱注意部分档案的真实性，安全更加正确来判读，会是未来重大的课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